奴才遵旨。那些侍卫都是跟随已久的心腹，很清楚你对易欢的感情。在未获你的明旨之前，如何敢轻易暗算易欢？这只能说明他们是受人指使。朕明白，待朕查明真相，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，也为易欢免除这个后患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我此番施救，已是九死一生，纵然侥幸活下来，太皇太后也会处死我。到时候，我再也没有能力保护易欢了。玄烨，答应我，好好保护易欢。如果有一天你对他变心了，也请你放他一条生路，让他走吧。好，朕答应你。那好，我现在可以放心的施救了。来人，打开他的镣铐。皇上，此人武功极高，若打开他的镣铐，恐怕会危及到皇上圣安，还是请皇上先行离开。能让你如此谨慎，我朱慈轩虽败犹荣。朕不受你的计较，朕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更相信你对易欢的感情。马上打开镣铐，不得有误。这。虽然你心里已经没有我这个朱哥哥，但我仍然愿意为你而死。我死了，朱明联盟就不存在了，所有人也不必再活得那么辛苦。你想让全天下老百姓都免于战祸的心愿，终于可以实现了。出去吧，不要妨碍我为他疗伤。皇上吉祥，凭什么？怎么样？查到了一些什么？回皇上，奴才去内务府调查了当日那几个执勤侍卫的档案，摘录在此。皇上可有什么发现？朕心里有数了。此事暂且到此为止，谁也不许声张。奴才遵旨。都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？华生，你看起来也很担心易欢呢。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，同朱慈轩、李易欢这些反贼一同长大，多少是有些情谊的。但是这些情谊，
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你懂得轻重，很好。奴才自幼在明珠谷生活，同朱慈轩、李易欢这些反贼一同长大，多少是有些情谊的。但是这些情谊，跟奴才所背负的国家大义来说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很好。花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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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必担心，他已经没事了。这就是那罪证。你放心吧，朕绝不会放过伤害易欢的凶手。好，我放心了。玄逸，你不必再向太皇太后求情。反正我也和一个死人没什么区别了。我还有一件事求你。说吧，朕一定会帮你做的。等他醒来，永远不要告诉他是我救了他。为什么？其实欢美心里对我未尝没有情意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和他会是一对神仙眷侣。不过，既然他最终选择的人是你，我又何必让他难过，让他纠结？你现在明白了，我不仅才智不输于你，我对易欢的爱更远胜于你。怎么样？他已经内力全无，变成一个废人了。宣太医，务必用最好的伤药保住他的性命。这……这朱慈轩肯舍命救这李玉欢，那是他们自己的情分，可不是看在你皇上的恩情上。与公与私，与情与理，他们都是皇上不共戴天的敌人呢。皇上，你却心软了。皇祖母，孙儿不是心软，孙儿就是觉得吧，眼下朱慈轩已经是一个废人，